1920年，黄文强出世伫高雄州的罗德庄，身为船长，而且佫是汉裔的老爸，互伊受到真好的教育。伊读台南州立第2中学的时阵，发现台湾人受到无平等的对待，所以甲日本同学发生了冲突，最后被退学。后来老爸送伊去日本读册，伊成功摕到起科，也佫有外科医师的资格。1945年，日本战败，黄文强倒转来台湾做医生。伊甲杨青莲结婚组家庭，但是伫国民政府统治之下，台湾社会治安混乱，经济恶化，互伊感觉真不满。经过共产党罗德支部书记罗灿贵介绍，伊加入了共产党，开始读左派册马克思的思想。228事件了后，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，开始逮捕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。尤其1949年，伫台湾做地下工课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浩乾被抓了后，全台湾各地工委会成员用小链线去互抓着。黄文强惊拖累厝内人，决定要自首。但是并无经出自细汉就熟悉，同款是燕巢支部的陈定祥。伊因为自首不成，被判15年的徒刑。了后，佫去互蒋介石亲手甲改批死刑。1953年5月，伊伫马场顶被枪杀。行刑的前一暗，伊留下5张的遗书要家属，也毋过遗书拢无塞到家属的手头。遗体嘛无人甲收，最后带伫台北市的6张里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